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特朗普的贸易战、关税战。昨天中美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关于日内瓦会谈双方达成的共识这个贸易协定90天之内各自降到4月2号在那个基础上加10%。那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在咱们看来，那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过去一天之后各方解读开始出现分化。这个财新网看到一篇文章，叫中美关税会谈的后续，说理解本次中美贸易谈判积极进展后续需关注的3大影响。他这么说的，他说北京时间5月12日下午3点，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声明发布后，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分别暴拉2%和3%，美股3大期指短线快速拉高，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涨超3%，标普500指数期货涨超3%，道指期货涨超2%，现货黄金跌幅扩大3%，黄金遭殃不知道现在还在炒黄金的朋友们感受如何虽然中美声明正式发布之前，市场已经开始往乐观方向定价，但最终仍迎来美国股指期货大涨，港股拉涨，黄金大跌。这种表现体现了市场的判断，中美对话大超预期。总体而言，本次中美对话2点超预期：一是减税幅度超预期，二是对话获取成效的时点超预期。此次对话下调关税幅度大超市场预期。1月20日，特朗普就任总统，其一上任就宣布征收高额关税。截至5月12号，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前，美对华新增关税税率高达145%，也就是20%的芬太尼关税和125%的对等关税。此次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国暂停加征24%的关税90天，仅保留10%的关税，并取消了91%的关税。那个91%的关税就是4月8号和4月9号加征的。4月2日至今，美对华加征的125%的关税降至10%，税率降幅高达150%。目前美对华综合关税税率约为50.8%，就是把以前累计的都加上了其中20.8%为本次关税博弈之前的美国对华关税，也就是特朗普第2次上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然后上台之后呢，特朗普又搞了一个20%的芬太尼关税，2月4号和3月4号生效，这个目前还在然后4月2号之后的关税就是10%对等关税。你看这一加，就是目前综合关税还是50.8%。那么刚才说的暂停加征24%关税，那后面这个说又加50%，又加多少，那是那双方赌气加的那个就不提了。特朗普4月2号宣布给咱们加征34%的关税，现在只留10%，24%暂停。但这个暂停是90天，那些90天以后这24%是加还是不加呢？这个以后再说就是我把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尤其是美国对咱的关税，这基本上就说清楚了一共到现在是综合的税率是50.8%，其中有30%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加的，20.8%是以前的，还有一个24%，3个月以后再说。此轮中美首轮谈判节奏和进展超预期。回顾上一轮中美谈判几经波折，关税减让是2次首脑会晤后才达成效果，且关税减让幅度有限。2018年到2020年期间，中美共经历2轮首脑会晤，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贸易谈判历时近2年，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1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贸易博弈宣告终结。谈判最初4轮中美高级别磋商并未达成关税暂停加征许诺，直至2018年11月30日在 G20 阿根廷峰会上，中美元首同意中美贸易战不再升级，不再加征新关税。也就是上一轮中美关税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期间谈判曾一度破裂，掀起新一轮加征关税浪潮。2019年5月，中美谈判破裂，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至25%。等到2019年6月28日 G20 大阪峰会上，
中美元首在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就此具体问题进行讨论。那相比较第一轮就是第一次的谈判，为什么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这个进展这么迅速这么积极呢？财经网说啊，要关注3大影响。影响一，资本市场短期内将重回风险偏好情绪中，此次关税下调的幅度大超市场预期，将明显提振市场情绪。比如科技和外需板块，前者受前期市场风险下行的压制，后者则受偏高关税税率影响较大。4月2日，美对关税公布的至5月9日这1个多月时间呢，上证微跌 0.24%， 而创业板跌 4.4%， 银行、农林牧渔、商贸零售等内需板块领涨，而电力设备、新能源、电子等外需相关板块领跌。短期市场或重回风险偏好的情绪中，前期下跌较多的科技和外需板块或迎来节奏性修复。他说的是资本市场啊。影响2，抢转口或告一段落，数据波动收敛，下一步关注 50.8% 的关税税率对经济的真实影响。4月出口非常强劲，根源在关税影响下企业抢转口，彼时美对华的对等关税加至 125%， 对其他国家税率仅加至 10%， 悬殊的税率差异将导致美国增大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增大对非美出口。截至7月9日前，美对华关税生效日，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等税率均为 10%， 税率差异并不悬殊，抢转口或告一段落，因抢出口而带来的数据波动将会收敛。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美对话取得积极进展之后，美国对华综合关税税率仍被提高 30%， 也就是特朗普2进宫之后那还是给咱们加了 30% 的关税，还有一个 24%，3个月以后再说。且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税率也在90天豁免期内高增 10%， 这样的一组税率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影响需要后续保持跟踪。影响3说，关注接下来的关税谈判，但是否一如此次中美对话这般顺利值得关注。这个我是认为特朗普他确实一天3变，他不内耗，他想改就改，他翻脸比翻书还快。所以说就这3个月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的情况发生，这很难说关税只是武器之一，对吧？他那个工具箱里还有别的工具这个财经网说他说4月11日，美对其他国家暂缓对等关税90天，美国工业制造业底子薄，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高度依赖进口，美国或难以承受一次普遍高额的关税带来的滞胀冲击。特朗普主导关税博弈一条或有路径是高税率口号，给定缓冲时间，观察并博弈，推进下一步博弈。我们说通俗点，就是特朗普是走一步看一步。鉴于美对华偏高的依赖度，给定缓冲时间或是目前特朗普政府对华最优策略。4月29日，据南华早报报道，江苏省和浙江省部分制造商已接到沃尔玛等美国主要零售商通知，要求其近日恢复发货。新进口关税的成本由美国客户承担，但从更高层面来看，2016年特朗普上台至今，美国2党对华政策已达成一定共识，即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以此采取偏强硬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而对华竞争策略中，对华加征高关税也是2党共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共和党搞的这个贸易战，等到民主党一上台，他穿盘接收了，他并没有什么拨乱反正，他只是没有再加，他还是萧规曹随。所以说加征高关税那是美国2党形成的对华共识。此次声明指出，在最初的90天内暂停实施24%的对等关税，这也提示若后续谈判未取得预期效果或继续实施，参考2018年至2020年谈判经验，即使在中美元首会晤后也有过谈判破裂，美对华关税继续升级。此次中美在瑞士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我们需要充分肯定，但关税博弈的复杂性提示我们不能线性外推未来关税博弈的进展。这是财经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客观。就是我们不能拿这一次日内瓦这个会谈来线性推导，是后面就会
会一片光明，这不一定。但是啊，这个中美啊日内瓦关税这个会谈，中美啊昨天这个联合声明，那在国内也掀起一股这个高潮。你比如说啊，以胡锡进为首的这个正能量界，那就是高呼啊，他说这叫胜利，还是什么不争了？也就是这个胡锡进说啊，这到底谁胜了也不争了。他说，但是今天啊，我们绝对把美国人打回了38线。这个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他可能数学没学好，也可能他退休以后啊，主要是研究这个人体摄影。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啊，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特朗普啊，他4月2号美国解放日，他宣布对咱们加征34%的关税。那这次谈判是什么呢？这次谈判就达成了一个34%改成10%，那个24%呢待定。那个4月9号往后呢，双方赌气啊，互相加到140%啊，什么150那种，那个就不提了，这好理解吧？那也就是说，你谈来谈去，特朗普他还是给你加了10%啊，那只不过他那24%待定啊，90天以后再说。那胡锡进老师说把他打回38线，38线在哪儿？38线你得打回那个特朗普上台的时候，那你还得减掉芬太尼税20%，然后他那10%加的你也得给减掉，也就是你还得减掉30%才会叫打回38线。所以我说啊，这个所谓的胜利啊，就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宣传。胡锡进老师很显然是懂宣传的。实际上啊，我一直强调啊，你拿胜负来定义贸易战，这本身就是荒唐的，也是错误的。所以咱们政府也一直说的吧，贸易战没有赢家，没有赢家。换句话说，你不能拿胜负来定义这个贸易战，你只要双方达不成一致，那双方都受损失，没有赢家。那反过来就说呢，如果达成一致，只要签了协议，那双方都是赢家，这叫双赢共赢。然后这国内啊，总有那么一波人呢，也不知道天天吃了什么药，就跟那小公鸡一样的，刚发育一样的，好斗，逮着了就不是赢就是输啊。美国又尿了，美国又贵了。那你现在看看美国，他还是给你加了30%，特朗普上台以后啊，给你加了30%，怎么贵了呢？对吧？把这种商业的博弈啊，非要用输赢来定义来衡量，本身尺子就错了。我们再看看美国人的态度啊，首先是特朗普，他是怎么评价这个中美日内瓦这个会谈的这个成果啊？5月12号，特朗普在中美相互削减关税后表示，他认为中美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中国市场。他称，开放市场能让美企与中国企业进行竞争，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随后补充说啊，我们对他们开放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却没有，这不公平。他称，相互开放将给双方带来团结和和平。我认为啊，这是特朗普为他暂停加征那个24%的关税找个借口，要不然你前面摆出一副对吧斗志昂扬的样子，也是关税要干到底，对吧？当时就说了啊，你不准反击，你要反击我连谈判都不跟你谈，你没有机会了。这个是特朗普说的吧，是吧？我给你们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加关税，你们不要反抗，你谁要反击，对吧？你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事实上你看，特朗普是等电话等了一天又一天，天天暗示要打电话，对吧？他不方便先打，但是他一直没等来这个电话。后来也不知道在谁的捣鼓之下，好不容易达成一致，跑到瑞士啊开会。那特朗普总得给个解释啊，对吧？你怎么还24%还推迟90天再收呢？再议。所以特朗普说啊，你看我们这个协议后面还有中国要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但是特朗普也说了啊，这个向美企开放，这个也增加中国的这个就业。他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了，但是中国却没向美国开放，所以这不公平。他这个说法啊似乎也成立。如果说特朗普是在给自己找回一些这个颜面，那么这个贝森特啊，就是美国的财长啊，谈判的主要这个选手啊，他的说法更有意思。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财经论坛的节目采访时说这只是一个暂停，说虽然加征关税下调至10%，但我们仍保留2月份芬太尼问题20%的关税，因此说仅在2025年我们就增加了30%的关税。贝森特补充说再说一遍，我们正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与中国普遍脱钩，也就是全面脱钩啊，但我们希望的是战略必需品脱钩。他这些战略必需品啊，在新冠时期就口罩时期啊无法获得，就美国人吓着了，一旦出现紧急状况，美国发现他连口罩都买不到，他也造不了，这个太恐怖了。他说我们意识到高效的供应链并不是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大家看视频啊。What's important to know is for the tariff program, we had a plan, we had a process, but we did not have a mechanism for engaging with the Chinese. So China was the only
country who escalated their tariffs in response to our reciprocal tariff level. So that resulted in an unfortunate escalation. So we now have a mechanism to deal with that. Neither side wants a generalized decoupling. The U.S. is going to do a strategic decoupling in terms of the items that we discovered during COVID wer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whether it's semiconductors, medicine, steel. So we still have generalized tariffs on some of those, but both sides agreed we do not want a generalized decoupling. 这个主持人问他啊，他说：“您认为在接下来的90天里，在处理这些细节问题时，也就是中美之间这种良好的基调啊，还会持续下去吗？你觉得哪些方面相对容易，哪些方面会是最大的阻碍？”然后这个贝森特说啊，我不认为有什么会容易，他说因为这件事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可以告诉你，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达成了一项非常有效的贸易协议，该协议于2020年1月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而且中国代表团也向我们表示说，拜登政府没有让他们，也就是没有让中国啊履行该协议的责任。所以我认为2020年1月特朗普总统非常成功的上一个贸易协议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这个主持人说啊，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计划的一部分是生产远远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商品，不仅出口到美国，还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都觉得他们被这些过剩的商品倾销了。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会找到办法确保中国不能绕过与你们达成的协议吗？比如说把货物运向墨西哥，然后通过墨西哥转运过来，你们要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呢？这个问题在这个周末的谈判中提到了吗？也就是洗产地啊。那你这次在日内瓦这谈判中有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如何阻止？这个贝森特说啊，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很多商品都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汽车、电子产品等。他说这是我们和墨西哥政府谈判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有一个叫双循环的经济计划，双循环的目标是确保出口和国内消费。双循环不能意味着中国过度生产，然后只让中国的商品在中国消费，剩下的过剩商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他说所以由于这些高关税，我们相当于对中国实施了禁运，而这些商品会流向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们的谈判不需要告诉其他国家该怎么做。他们看到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他们的海岸，他们必须找到这些商品的去处，而且这些商品可能会以折扣价出售，压低当地生产商的价格。在这个访谈里面啊，这个贝森特一再强调，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希望在战略必要领域脱钩。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这就是口罩期间啊发生的事情。美国人意识到啊，高效的供应链并非是有韧性的供应链，所以这个特朗普要发展美国自己的钢铁产业，要保护美国的钢铁产业，在关键药品和半导体领域开展工作。那说来说去啊，也就是特朗普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让部分制造业，对吧？要回流美国，或者啊，部分制造业要掌握在美国的盟友手中。我这么理解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它的高关税啊，它会继续下去。只有高关税才能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对吧？让部分制造业回流。我这里不说关税啊，我也不说制造业回流，我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啊，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在他身边活跃的是谁呢？是永远健康的万斯，是百日维新马斯克，是沃尔茨，对吧？安全顾问，是中东特使维特科夫，是他的什么贸易顾问呢？纳瓦罗，也就是这些人更活跃，更吸引眼球。还有国防部长郝克塞斯，而这个贝森特和卢比奥两个人呢，经常是坐冷板凳。有一度啊，什么外交场合，除非是大家都派部长去，卢比奥才出席。很多经常卢比奥都没有上台的机会，卢比奥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特朗普那个小集团啊，核心圈子里面。按道理，作为国务卿卢比奥那是，对吧？
他是外交政策制定者啊，对吧？他要向特朗普汇报，对吧？他们确定外交政策，但往往卢比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什么跟俄罗斯谈判、跟乌克兰谈判等等啊，中东问题，卢比奥的插不上手。这个贝森特呢，据说啊，他要去跟特朗普去争取，他都要趁那个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跑去跟特朗普去吹耳边风。但是你看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特朗普啊执政100多天啊，把美国霍霍一遍之后啊，似乎特朗普现在身边啊话语权越来越大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贝森特，还有一个卢比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贝森特现在的音量越来越大，对特朗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吧？尤其是贸易战、关税战，主动权到了贝森特的手上。你已经看不到纳瓦罗在谈什么贸易战了，感觉纳瓦罗是靠边站了。然后你看马斯克也离开了说效率部，万斯现在还说话吗？这万斯真是个倒霉蛋啊，就是点儿背啊，去了这个罗马跟那个范吉克见一面，下午范吉克就升天了。你说，他跑到印度去溜达一圈，印度跟巴基斯坦干上了。打起来了，这个万斯给人感觉像个丧门星呐。万斯现在音量也小了，那郝克塞斯，那国防部长现在似乎有没有看见动静了？以往啊，这个在德国慕尼黑，不是在德国什么啊，一个空军基地啊，拉姆施泰因，对吧？然后一开会，那个都是美国国防部长露风头的时候，几十个国家在那儿就看美国国防部长在那协调啊，然后对吧？大家摊派啊，你给乌克兰捐点啥，对吧？你给乌克兰支持点什么，那都是美国国防部长的活啊，那不就是大出风头吗？然后完了之后。要记者招待会啊，全世界面前要亮相。结果你说这个美国人说拉姆施泰因会议我们不管了，由英国来主持。这个郝克塞斯经常是视频参加，就是郝克塞斯啊，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在公开啊，在世界面前亮相的机会都没了。你说除了这个会，还哪个会需要你美国国防部长参加？所以你看啊，在俄乌问题上面，美国国防部长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就没有说话的机会。过去可不一样啊，对吧？拜登时代那个国防部长是那个黑人的鲍威尔是吧？还有什么？那最早那个是参谋长米利将军，都能在俄乌问题上面发言。但是你看这一次啊，美国的参谋长还有国防部长还都没有声音。现在呢，这个沃尔茨也被对吧支到那个联合国去了，明升暗降。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让卢比奥兼任，也就是卢比奥现在给人感觉权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个贝森特，也就是在这个100多天啊，特朗普这个小集团里面的内斗啊，你不能否认啊，这是内斗啊，这是各种就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这个荣宁二府一样的，他内部斗争那是很残酷的，争权夺利啊，那是贝森特和卢比奥两个人占了上风，抢班夺权，风头正劲的万斯，对吧？还有那个什么郝克塞斯，那等等，现在都没了声音。或者就是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贝森特和卢比奥是不是建制派？这个建制派啊，逐渐的掌握实权，在这个斗争中啊脱颖而出。也就是特朗普恐怕发现自己还得依赖这些建制派，你靠那些革命小将不行。这个革命小将呢，情绪比较高涨，但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啊，对吧？你想，你跟大国，你靠革命小将行吗？对吧？你跟普京打交道，你靠革命小将，你靠那个房地产开发商行吗？不行。最终发现恐怕还是建制派啊，这是我观察到的。特朗普执政这个100多天呢，他的这个内部的小集团权力再分配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在想啊，如果这个格局稳定下来，那么对特朗普的政策啊，恐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稍微稳定一点，他不能早上出个政策晚上改啊，或许啊有助于特朗普施政啊稳定性，能够帮特朗普稳定一下美国局势啊，能再笼络一些人心。你看贝森特说的就非常就是委婉了，他不想跟中国全面脱钩，他只是部分地方，对吧？比如涉及到战略物资，就是说俗一点，就是容易卡他脖子的这些他要脱钩。那这种说法就显然比那些对吧万斯啊，那是不是理性的多啊？对吧？你靠万斯这种敌视大国，那你没法打交道啊，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是越来越乱。对吧？还得靠贝森特这样的务实派，但是贝森特也不容易啊，他还得照顾特朗普的情绪啊，他还得照顾特朗普的面子啊，也就是啊建制派啊，通过这100多天学会了怎么跟特朗普打交道，就既要照顾他面子，也要照顾美国的里子啊，这是我的观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你看万斯的音量，郝克塞斯对吧？什么纳瓦罗，这些人音量越来越小，露脸的机会都越来越少了啊。取而代之是卢比奥，是贝森特。我记得有一阵子啊，大国啊，就是外媒报道大国应对美国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大国在等这个特朗普身边哪一派占上风再做决定。也就是说，就是大国首先搞清楚你要跟谁打交道，你是跟万斯跟纳瓦罗打交道呢，还是跟贝森特跟卢比奥打交道？就这么个意思，他们两派还没搞个明白呢。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